2026年市場氣氛轉趨緊張，減息冒影、AI 威脅論、中東局勢升溫，股市咧就升升跌跌咁。減息預期、流動性同埋風險偏好主導嘅敘事，正係逐步讓位於能源衝擊、通脹黏城同埋資產重估。全球市場咧都係充滿變數。咁嚟到第二季，究竟我哋應該係防守定係還是進攻呢？今次就會透過主題 Drive 去深度剖析唔同資產類別嘅策略。首先 D 係 defense 防守先行，先重建組合嘅防線，再決定風險承擔嘅方向。板塊當中咧，我哋偏好公用股，喺利率未見明顯走低底下，盈利波動低啲，提供防守作用，甚至乎咧公用股有 AI 概念同埋實際嘅元素。有跡象顯示，啲資金咧亦都由高增長板塊流向擁有實體資產，好似係電力啦、基建同埋能源等嘅公用相關股份。加上對 AI 數據中心嘅電力需求持續升緊，進一步提高公用股嘅吸引力。R 係 repricing 重估主導，市場正係重新計價風險、估值同埋盈利嘅質量。美國核心通脹依然係高過2%嘅目標。勞動力市場雖然有放緩啊，但係就未明顯惡化，代表住咧投資市場環境係喺去通脹嘅脆弱均衡被打斷而需要重新定價。所以聯儲局咧維持利率係而家咁嘅水平，會更加長嘅時間嘅態度就好明確啦。代表住債券價格短期咧好難咧係會有一個大幅上升嘅空間。所以咧我哋偏好股票多過債券㗎。原因有3個。企業盈利咧依然係具有韌性。美國同埋亞洲企業盈利預測持續上修，台灣同埋韓國股市咧可以把握機會趁低吸納，因為半導體嘅基本面同埋龍頭嘅地位係冇變。AI 記憶體週期帶動底下，預期咧可以維持到唔錯嘅表現。I 係 inflation 通脹升溫，地緣政治令到去通脹路徑放慢，重新壓縮寬鬆同埋估值嘅空間。美伊衝突令到能源同埋成本壓力再度上升。市場對通脹同埋利率回落嘅速度嘅預期需要重新調整，所以第二季咧最緊要咧就唔係單純嘅地緣衝突風險啦，而係令到市場重新意識得到通脹、成本同埋利率咧未必會好似原先咁咧咁順利去落啦。如果希望回報能夠維持抗衡通脹底下，基本面穩健同埋違約率低嘅投資級別債咧個確定性就會高啲啦，而且佢哋嘅息差咧大致上咧都可以 keep 到穩定。V valuation 估值重審，今季投資回報咧更加取決於究竟價格係咪合理。區域方面咧，我哋比較睇好亞洲市場，受惠於供應鏈重組、科技同埋製造業復甦。A 股同埋港股咧係有一啲嘅支撐因素，包括係政策支持力度持續加大啦，估值對比環球市場都仲係比較低嘅，資金逐步回流等等。喺全球資金去揾一啲估值窪地嘅情況底下，新興市場具有吸引力。E 啦就係 energy 能源主導，今季資產配置咧就係由呢個能源變量串埋起嚟。中東多個國家嘅產油設施受襲啦，意味住短時間之內能源生產咧好難翻返去戰爭前嘅水平，令到油價咧短期之內維持強勢。只要衝突未明顯降溫，能源資產依然係具有戰略對沖價值。歷史話俾我哋聽，地緣政治衝突咧通常短期影響情緒，但係只要唔升級成為全面嘅戰爭，對經濟嘅基本面衝擊係有限。我哋預期第二季嘅市場主線會係地緣政治帶嚟嘅波動，經濟但未失速，盈利依然有支持。策略上唔係單純轉為悲觀防守，而係需要一個通脹同地緣風險同時抬頭嘅環境當中重新部署對沖。唔單止係避險資產，而係更加廣義咁去配置組合當中用嚟對抗油價啦、通脹、波動同埋地緣局勢政策嘅資產層，其中能源、公用事業、紅利高息股等咧都可以擺入去呢個框架裏邊。喺偏好股票多過債券底下，預期資金依然偏好盈利穩定嘅優質股票。其中 AI 主題依然被視為長期關鍵嘅科技進程，可以持續分散佈局半導體、內存、算力、數據中心同埋電力等相關嘅供應鏈。唔係股價錯殺嘅時候，揀一啲現金流穩定、護城河深嘅公司。波動市況當中，關鍵咧唔係去逃避風險，而係去揀有基本面支持嘅資產同埋揀啱市場，等波動嘅市況咧成為你嘅投資動力啦。Drive your investment forward，下次見。